家己新港的马铃薯准备要收成，不过因为受到去年的风台，也有过年期间落雨影响，部分马铃薯是出现烂去的状况。有农民讲，今年的收成敢若剩3-4成，希望县府相关单位会当来斗3工。公所嘛表示讲，若是申报的财损有达到标准，就会协助农民来申请补助。原本准备要收成的马铃薯，即马表面拢是一空一空上去的状况。同款有这种状况的马铃薯田，阁有10外价，收成只剩3-4成。农民讲，连成本挂人工1分地差不多了1万块。咱马铃薯浸入这个水底外表看起来叶啊发啦真旺但是这个挖起来了，发现拢足侪拢有旧仓拢烂去。外口熟上了后，内底就开始拢烂掉呀。这北内就拢会烂死面，到时阵就拢烂掉呀。就这到时阵吃，就一直烂到规个臭光光。嘉义县新港农民种的马铃薯，拢会伫顶一年的万冬甲过年的早冬之间来种。去年11月拄种的时阵拄着风台，在成长的时阵阁拄着落雨，造成收成的马铃薯有损伤。农民嘛烦恼，连面要补早冬的七啊，这的马铃薯要安怎来处理？从种植到现在经过100多天，然后马上又要布水稻了所以这一次大家都很急那也希望可以这个县府这边可以尽快来做一个现地的一个勘察。乡公所表示，这期新港乡有种500外价的马铃薯，来登记受损的马铃薯已经有10外价，嘛一直阁有农民来申报灾害。公所会继续来统计这的资料，若是达到补助的条件，会协助农民来做申请。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